那么呢，第二点我要来通咱参考的就是讲咱这个弥勒净土啦，弥勒净土的殊胜。那么，要来讲这个弥勒净土的殊胜啊，首先咱要来讲这个弥勒净土的殊胜讲爱了解讲弥勒净土弥勒净土甲无极倚天无共的所在比对起来。首先咱知影讲，咱今日迄个离梵庭咧修道嘛修到150年后，以后，咱今日有求道，有求道咧咱大家讲咱要等于无极倚天。那么求道咧修道，以后我们回去，那么我们要回去哪里？诸位前贤大德，咱讲头第一个咱来修道了，搁咱有修道，诚心，搁咱迄个贤功立德。以后呢，咱100年之后，我们要回到哪里？弥勒。就是讲咱就是讲最先，咱就是要回到弥勒净土。然后呢，最终呢，我们要回到哪里？就是要回到无极倚天。所以讲迄个为虾米讲咱要拜咱迄个先天老母要搁来拜咱的弥勒祖师。当然啦咱今日咱拢有早晚现象，伫这早晚现象内底，咱敢是迄个拢有拜到祖先，敢是迄个咱有咧念讲迄个弥勒祖师妙法无边，普众生忏悔有情，敢是？所以讲咱知影讲迄个咱的礼节，你这菩萨，敢是咱的师尊来甲咱赞定，敢是？所以讲咱师尊甲咱赞定的，若安尼讲的咱拜弥勒祖师，安尼就是正确的，没有错的啦。所以讲咱今日拜迄个弥勒佛，过去佛有讲过，伊讲弥勒法王祖啦从初发心，安尼无食不出肉啦，就是讲规个初发心伊拢无来食肉。所以就是佛所讲一切出光明，仙人不食肉亲的因缘，就是咧讲这个啦。一切自光明仙人，慈心，慈心不食肉亲慈心慈悲的慈，慈悲的慈慈悲的慈。慈心不食肉亲有这个经典所以讲首先讲咱要来谈这个弥勒祖师的一大事因缘的以前，咱就是咱今日拜弥勒祖师，若安尼讲起咱爱对咱的弥勒祖师爱有深刻的了解爱知影讲弥勒祖师过去伊的这个这个弥勒祖师历代的事迹的因缘，
所以讲啊第一，互俺们所谓旁人讲就是释迦牟尼佛、甲弥勒佛、甲婆罗佛，伊三个因缘，三个因缘，三个因缘，咱知影伊足久的以前，就是呢，在无量劫，的当中有一位，迄个佛陀，即个佛陀叫做弥勒佛。弥勒佛啊，当时这位弥勒佛，伊大力的去推行这个弘扬佛法，来迄个引导众生，有足侪人拢会来听讲经说法，甚至讲呢发心想要来修行道，所以呢，伊嘛有迄款呢。慈心悲愿，他的摄受欲也是，伊是足强的对啦。那么当时有一位一切之光明，就是一切之光明，那么呢，伊是婆罗门的人，伊听到以后呢，讲呢，我嘛要发心，来修行。等后尾呢，我若成佛的时阵。我有那要叫做弥勒，所以讲这个一切之光明，伊就呢，进入了修行的行列。所以呢，过去呢修行道，敢是爱呢去深山古道，去入山去出家去修行啊。所以讲呢，伊呢会使讲修到呢德性，会使讲非常的圆满。所以呢，会使讲是。咱讲一切这个在家人，就是呢要来强中出家人嘛互伊呢会当去专心去修行道嘛。所以伊呢伫山顶伊就呢要食啥饭，就呢三餐都没有问题所以呢，当有一年就是呢发生了这个旱灾啦。那么发生了旱灾呢，会使讲。这个食物拢足，足营的就对啦。在家人都无物件通要食，何况讲出家人，我要安怎去强养出家人，迄是无可能的。所以讲这个一切之光明，伊就无粮食通要食。如果若无人要食，继续安尼，伊会枵死呢，会饿死呢。可惜众生有可能就减去了就对啦众生就减去个内底者，这个善知识会当以方法而生的啦。所以讲当时伫这个山顶有500只土对啦。这个土王伊就会使讲是发大心啦。伊有哪要来强养护持这个先人啦这个慧命，用这个慧命，伊会当呢去呢用这个正法会当留在人间。所以这个土王伊就来用这个500只这个土甲伊讲，我平常时带了恁会使讲过去大家生活我拢来恁照顾甲非常的好势对啦。因为我发心想要用这个身体来强养这个先人所以自今以后恁就爱家己好好照顾恁家己所以讲当中有一只兔仔囝，这只兔仔囝伊嘛真有慈心悲愿，所以讲我嘛要来学习我嘛要愿意依照我的身体来强养先人使这个正法会当留在人间安尼要强养呢？所以而且这个当中就感动了呢，这个山神甲这个树神所以讲伊这个树神伊就呢去测作者这个木材安尼甲刻无圆堆所以即摆伊就
起火啦，即摆甲扶好即个红红啊，安尼互即个土王甲土仔囝会当投入即个火堆内底啊，来护持即个先人啊。那么即个土仔肉呢，当咱有了即个成色以后就来点过即个先人啊，讲呢即个土仔王伊讲要来护持，来牺牲奉献，所以讲即个先人听到以后伊就感觉讲我哪有可能呢？搁去食即个众生肉所以讲只是讲我的头壳叫破去，我的即个身躯的即个骨头叫喙去，我嘛发愿，我生生世世我就无杀众生肉、众生心就对啦，就是讲我无杀生害人啦，我一生一世我绝对袂去杀生害人啦，我生生世世我绝对袂去食众生肉就对啦，众生肉。所以讲伊迄一个发愿的行到了即个天地即个诸佛菩萨，所以讲诸佛菩萨伊就来护法就对啦。所以讲咱由即个故事，咱就知影讲即个护持呢，要来护持即个土王，伊会来护持，其实伊的来历是不凡的。讲起来即个土王是无简单啦土王是啥物人来化身的？当然就是咱所讲的讲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伊来化身。迄个土仔囝就是罗睺罗啦。即个罗睺罗呢，就是呢，当释迦牟尼佛伊来印度，出世将来的时阵，当时迄阵伊有娶某嘛，所以伊娶某了呢，生头第一个查甫的，迄个查甫的，迄个就是婆罗。就是迄个释迦牟尼佛伊的座下对啦，所以讲伊个来转世伊头第一个后生伊的囝对啦，所以讲咱就知讲五只土仔囝伊的化身就是500多人，这就500多万对啦，所以讲原来是非常的不简单非常的不简单。所以以后啦咱有当时看到讲，这土仔肉其实土仔肉咱敢袂使去食因为呢，伊是佛来化身的，所以咱嘛袂使食土仔肉所以讲佛陀伊咱甲咱开示啦，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是平等不齐它是平等不二的。所以讲，佛家众生其实它是平等的，无因为就是因为讲伊去做了无好，所以伊当去掠迄个畜生的体所以讲讲的诸性它都是平等的。所以讲咱今日要拜弥勒弥勒出发心，伊无食众生肉，安尼会影响着咱一贯道的地主的即种心头啦。咱会当去效法去学习所以讲咱一贯道弟子嘛有即款慈心悲愿的即个感召。所以讲咱今日来求道第二法是咧讲啥？无非就是默念五祖真经嘛，敢是？默念五祖真经，伫咱心中默念五祖真经。那么咱逐工呢，咱拢来拜弥勒祖师，弥勒祖师的佛号。所以讲咱
拜咱的年月份，来研究道理，咱明理以后，咱自然，咱讲原来咱就是爱食素的啦，咱袂使去上重视啦，这就是讲早期，咱的年月份，爱伊所发掘的故事啦。那么第二个呢，互我所要讲的呢，就是讲咱年月份为着要度化众生，来三婆世界，亲像济公老师，济公活一样共款，为着要度化众生，累世累劫，拢来度化众生。所以南北朝，就是南朝的时阵，的当时咱拢知影，就是弥勒，咱的即个梁武帝，梁武帝嘛，当道，梁武帝呢，伊真好学，甲呢，好分，所以讲呢，伊来拜即个济公禅师的对啦，为国师啊，拜伊为师，所以伊嘛邀请伊来中央做国师啦，做国师。所以呢，当时伫即个南朝，有哪有一大德者，这位大德者呢，叫做普大师啦，大师啦，普大师啊。布袋书，那么这个普大师，伊是在家医师啦，那么伊捌结过婚，伊结婚，佮生两个后生，若有遗憾，咱就知影讲他是来历不凡，无简单的人物。所以讲迄个国师啊，伊就要来邀请这个普大师来这个中央讲章就对啦，讲《金刚经》，要来讲这个《金刚经》啊。那么伊在这个伊是就伊在家医师要来中央来讲这个《金刚经》，要来讲经所来讲起来是无简单的人物啦，所以讲迄个如果若毋是讲伊是无简单的人物皇帝就请这个国师来甲伊开示就好啦，敢是安尼？所以讲咱就知影讲普大师，那么伊一个上台，含一句话伊就拢无讲。伊一个上台安尼，伊这个台仔顶拄好呢有一块木板，即块木板伊爬去了，拢无讲到半句话，迄个支木板安尼夹起来，安尼一声，无讲到半句话，伊就一声按照下去，伊就落去啊，安尼啦，所以国师就是讲。济公上师伊看了这幕，伊就赞叹不已。有当时伊就来问这个皇帝啦，讲呢，你安尼你敢看有无？我要甲看有，我嘛毋知咧。伊咧安尼是啥意思？伊嘛毋知咧。所以伊就向皇帝，就是咧，梁武帝讲普大师已经将这部《金刚经》讲完啦。如果若有慧眼的人一个看，讲普大师安尼，咱讲的无无声胜有声啊，无声胜有声啊。这部《金刚经》就是要甲咱套上啊，咁对？伊所讲的就是要套上啊。咱知影梁武帝伊还未来了解道理的以前。伊敢是一点执着功德相，敢是啊。所以伫咱六祖坛经内底，咱迄个，咱的迄个语文品内底为公的迄个公案，伊来请示咱六祖伊讲呢，武帝，伊来问这个达摩祖师伊讲呢。做事善哉，布施强刚出家人，安尼敢有道理啦？
礼拜开始讲哦，母地心邪不识真，母地心邪，所谓心邪，无非就是母地执着到了功德上所以功德上，伊无功德，毋过咧，伊有福德，伊有福报啊，伊有福德上，所以而且咱都知影讲功德甲福德伊的差别在那么呢，功德，六祖明大师伊甲讲迄个功德在发心中啊，就是由咱自心当中所发出来去做去行无所为啦，无所不为是无所为啦，无所不为无所不为，伊是拢无求回报的这就是呢，这就是无漏风啦。既然讲无漏风，这就是真功德啦。啥物叫做福报？当然就是讲，你所做一切善事，苦桥助路乐善好施，甚至讲我布施偌济，迄个偌济财物，安尼，但是呢，我心中都有所求，迄就是有执着嘛，敢对？所以你是呢来求得来世的福报而已啦。所以讲就亲像咱地文师以前所讲的写字钱写去办公中，毋管讲你出偌济力，钱写去办公中，那么呢，最后呢，伊也是落地啦。这意思就是讲你得到来世的福报，福若真自然啦，就亲像咧写钱安尼，毋管你的钱伫办公中，写偌悬，最后伊嘛是呢落地啦，还是呢最下，这就是有漏风嘛，这就是无实在的嘛，不实际的，所以讲这个辅导书普大书伊演了一部，无非就是要叫咱特效咱才会当生出妙智慧妙智慧。那么呢，最后就是呢，普大师伊要离开人间的时阵伊当呢，甲伊的两位后生讲呢，我是从第四天来的那么呢，我要回到那里去了。我是从第四天来的我要转迄个所在恁好好修道，以后呢咱来到数天来见面这就是迄个普大师他的故事的对啦，他的故事。所以讲普大师呢，伊的化身是啥物啦？当然咱嘛知影，就是弥勒佛。咱再来讲布袋和尚布袋和尚那么咱讲布袋和尚的这个画像的概念那么以这个金雕观的这个时代有一位和尚，那么伊若出门的时候，伊拢派着一个布袋就对了那么伊就将伊所有的财产拢是放伫这个布袋内底如果咱若可以布施互伊，那么伊嘛将这个布施的物件来放伫这个布袋内底。咱若要需要的，讨，伊嘛是从布袋内底摕出来，所以永远都是放不完的对了。永远就是拢放袂了，所以讲咱伫电视顶嘛常常拢有看到这个布袋和尚，咱一贯道，咱伫这个佛堂，咱嘛拢呢，重用这个布袋和尚的这个画像，所以讲伊的故事是非常的多啦，毋过呢，互
天童寺啊，天童寺啊，就是讲出家人伊修行的所在啦，出家人修行的所在。那么呢，伊有一个五官堂，那么这个五官堂呢，就是讲出家人伊食饭的所在啦，所以食饭的所在会使讲是足阔堂，中间呢，有一个座位啦，这个座位呢，就是呢，这个座位就是，人讲呢，首席座位就对啦，这呢，这个轮主和尚呢，就是讲，咱咧开班的时阵，咱若咧开班的时阵，咱毋是请讲师，搁有呢，有一个草树嘛，这有草树就是个咧依持特殊的嘛，所以讲这个轮主和尚就是食饭的时阵咧依持特殊的，就是轮主和尚。所以伊看着专门的所在，有像的好相，就行入来就对了。行入来，伊若讲行入来，坐伫这个边算还好啦，但是呢，这个布地非常啊，伊行入来，然后呢，来坐这个主持的这个位就对啦，主持的位啦。轮主和尚伊看到了就足紧张的啦，讲这个主持的位将来就无人敢坐呢，会使讲你是外来的和尚。你也敢坐遮，所以讲伊就讲请咱这位和尚请咱这位大家咱落来安尼啦，结果伊甲伊讲，甲伊请袂落来，即马讲也袂听，煞落去请袂落来，讲袂落来，只好呢用画的就对啦。结果画，若我袂听咧只好就是讲用灵的嘛，对伊免怎灵，就是讲用手去灵伊的耳影就对啦，就灵，你甲灵过来咱若讲为咱这耳影遮安尼甲灵过来看咱甲看恁感受咱嘛，结果伊灵到差不多一顿外的时阵，伊向后看。奇怪，你哪安尼坐遐？安尼啦，所以讲迄个轮主和尚伊就感觉讲实在不可思议啦，安尼啦，即摆有咱足神奇啦，安尼，迄个时阵就是呢，光藏和尚，就是主持就行落来，安尼就对了，行落来呢。轮主和尚呢，伊就感觉讲，迄个安尼我会当用这个机会来骂这个外来的和尚毋知影礼就对啦，毋知影礼啦所以呢，方丈和尚呢，伊呢，毋定讲伊无甲骂，煞入去呢，佮来向迄个布袋和尚呢讲是的，对不起，这个阮的这个道理毋知影礼就对啦请你请你原谅啦以后请这个大德会当逐工来安尼就对啦逐工来遮食饭安尼啦所以讲咱若要供养诸菩萨实在是无容易啦真正无容易啦这个是咱所讲的讲这个布袋和尚咱白羊曲就是讲咱清朝我咱的年历本年历会使讲是通众生结了真亲的这个因缘所以咱的这个道统就是后东方17代祖那么呢就是清朝我的时阵。就是玉祖嘛，玉祖就是这个
即大组就是路祖嘛，路祖路中音，咱拢知影是白羊，咱白羊旗的即个白羊初岛，就是咱的路中，路中的祖师就对啦，路中祖师。那么咱白羊旗祖呢，当然咱会当去了解，就是咱的师尊师表，咱济公外分甲咱的ei位菩萨，那么呢，事后就是咱路祖路中音呢，那么修行正果，回天呢交期的时阵，那么伊呢，咱老母娘讲做金光祖师啦，咱济公外分，甲观音菩萨呢，回天交期就是呢，天然符合，甲呢，咱的师表，咱的师表就是咱的中华圣母，这就是讲咱会当去了解讲咱一贯道，即个咱弥勒祖师，伊的即个伊的历代的即个的即个事迹啦。那么咱搁落来，咱会当去了解讲咱即个弥勒佛是现于释迦牟尼佛就对啦。以即个文殊师利所说的不可思议佛界经内底，伊有讲啦，伊讲呢，师傅是若学有人以我发表得论书义，生性解者，故以来世见弥勒佛，这也就是以这个释迦佛，借着文殊菩萨的这个因缘，来各界所有的弟子讲，若有人，以我的这个演法的内底，了解伊的内容，甲义理会产生了这个信心甲了解的人，那么未来伊会当见弥勒佛，所以正波讲以这个大宝义经，就是咱古前人时常捌咧讲金刚经有提到讲弥勒我富上利，富上利当来活世后500岁，正法必时，逆当修护佛法清，莫令完全，这也就是咧讲后500岁就对啦，就是讲当来活世后500岁，后500岁就是迄个咱所讲讲，迄个释迦牟尼佛伊来了传以后，那么由咱迄个弥勒菩萨来接管，以即个倒数天的时阵，就是后500岁、2500岁以后的现在，就是末世，就是末世即个正法，正法管的时，就是2500年，你爱来有接迄个护持佛法经，三宝袂使断绝。那么咱讲佛法僧，佛法经无非就是咧讲迄个佛法的三宝嘛，佛法僧的这三宝嘛，咱今日白羊应运所得到的三宝，无非就是观观音嘛，对不对？那么这就是白羊咱所得到的白羊三宝，这个佛法三宝就是佛法经嘛，咱要安怎呢？收回咱的自性三宝，和自性三宝的关系就对啦，就是讲佛法的三宝，甲咱自性的三宝的关系啊，咱自性的三宝无非
非就是吼，咱讲迄个诚心心嘛，咱的自性三宝就是诚心心嘛，诚心心，咱知影讲，得到即个第一宝口诀，口诀，你知影讲即个玄关内底，有一个自性河，即个自性河，无非就是讲咱进行去看一个真人静坐带伫遐就对啦，真人静坐，那么迄个真人静坐，毋是讲坐伫遐，伫遐咧静坐，若是静坐，就是爱内修啦，若是讲迄个动静之间，就是讲动的时阵，咱就爱去度人救人心愿啦，那么会当呢，利益众生，之事，那么对内咱就是爱要静坐，当然就是爱内修嘛，爱迄个去灌溉咱自心，的即个所应该所具有无的物件，但是咱就是有迄个贪嗔痴，酒色财气这物件，咱必须要爱对内修，开始修为咱的自性三宝。所以讲那么呢，口诀就是五祖真言啦。那么这个五祖真言，无非就是咱所讲的，咱的弥勒祖师，的这个佛法。那么，呢，咱会当由咱妄想心、执着心，会当化修个正念的心人所以那么使咱的身心灵，迄个身体即个心，那么用咱即个心去拜迄个弥勒，所以讲咱祝福咱经内底有讲着啦，讲呢要想成佛，请拜。咱若要迄个，大家咱拢来拜咱的弥勒佛那么有一天咱安尼一直拜到由无明拜到明明，就是讲咱会当呢清净自己，那么明白自己，从咱的心就是污染心，转为清净心，这也就是咱所要了解，所以伫大乘本心地环境，伫迄个佛陀伊嘛讲呢，五经地主悟弥勒，两华会中得解脱啦。就是讲我将地主交互你弥勒佛，继续教继续度化。那么未来呢，在即个两华会中呢，会当得到生死的解脱。这就是讲迄个弥勒佛呢，伊弥勒下心经，不说这个弥勒下心经，伊嘛讲呢，弥勒所怀的地主，就是释迦文本的地主啦。那么弥勒所怀的地主，就是释迦文本的地主。那安尼，咱我就是讲咱即世来拜咱的弥勒佛，请问咱前世，也是讲咱的过去世，是毋是有呢？来含咱的释迦牟尼佛，来修行过，如果若安尼，伫咱即世，咱到前来遇着弥勒佛，伫佛经的理念内底呢，伊讲这叫做慧眼成佛啦。那么慧眼成佛会当含咱每一位分，即个应文分，来这了读清，的这个慧眼，咱伫这个世间，伫这个世间，会使讲是
来这世间是很迷昧的，对啦，很迷昧。但是吼，咱以这个白麦当中，咱咧会当呢，有这个机缘，去遇着阮，种下了呢，足济深的这个，这个火焰对啦，很深的这个火焰，这是咱一贯道袂使讲有这个分别心啦，因为咧，阮的地主甲咱，拢是同款的，我的地主跟我们都是一样的啦，咱是老母的囝，嘛是呢。阮的这个地主，所以讲是因为各人的因缘做法无共款，所以呢，咱就袂使有所分别，那么呢，第二点呢，我就是讲要来讲培养地主修行路。